勇气以及精神。现场呢，大家看到，其实呢，我们是他们代表的呢，也就是萨利人集团之声，而很多的朋友们在一起呢共襄文化的同时呢，往往也会看到人气的蛋，结合了武术，结合了街舞，而且今天也看到团队当中似乎也有外国乐团加入，期待有更好的成绩表现。但是在现在，请各位朋友与我们一起尽心以待。
说饮料都免费哦。我就多给你地板，所以由于可以加冕，变成了医疗费。我就听一间的医院，我就阿姨。
弟兄。
一手中标。好，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报以热情的掌声，谢谢参赛队伍，击掌声，谢谢现场的朋友们。今天呢，每一支进入决赛的参赛队伍，在毕业以后的当时他们真的是较尽心力，而且众志成城，团结合作，为的就是希望把最美好的一面表现出的给我们的裁判评审老师来观看之外呢，也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来评分以及观赏。现在呢，我们就把上好这个事情留给舞台上的评审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场要差不多一个5到10分钟的时间，那几位我哋要表演啊，大家睇嚟講先咧，標準開始咧，其實我畫的咧，送到這件事情哇，起碼呢這個送家具的架勢呢，人數起碼要10個以上，30個人以上，40個人以下。但是呢，我们在明天下午在现场的这个地方，一样有一个这个比赛，这个比赛也是我们第一届的表演性比赛呢，就是全球首创的创意宋江健康瘦身操，叫做什么呢？叫做宋江很操。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已经报名了吗？宋江很操的时候，真的1月6日我的同学们，宋江很操。One more, two more，向前跑。One more, two more，向前跑。这是我们自己写的啊。哈哈呀，向前跑。哈呀，哦，把这交到我。来，现场呢，欢迎我们宋江很操的老师，也就是谢如薇谢老师，各位。对，白老师呢，就是我们这一次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宋江很操的有氧瘦身操的编排表演的老师。来，老师是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宋江很操怎么样融合我们的文化传统，刚刚的这些健身的这个锻炼好，大家看到是好一体呢。你不用这里用这个可以来。是。所以你要说的是头旗，对不对？好，头旗，大家看清楚，对不对？为什么呢？老师要示范给大家呢？等一下现场啊。
是只有一个，只想说我要踩一下，不方便走过来。来，还有呢，我们这边还有没有？哇，这都是小朋友的嘞。来，这边呢，这边有没有？这边有小朋友，这边有没有？这边有没有？这边有的话，来，这边有没有？要不要一起来？来，好，这个小朋友来，来，我们现在几个？1、2、3、4、5、6，好，来，多大朋友？来，这边一个来，一个开始好，好，来，这边还有没有？好，如果假设没有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下面看如果有的话呢，会讲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请现场的朋友们，你俩开始避暑了，避暑了，不踢球了，咱们在下面好，没有关系，请把你们的掌声跟你的行动献给我们，跟着我们宋真虎科的老师，跟我们大力，大家一起来。好，刚才这个动作有没有小朋友？来，右站先踏步，我们第一个做的动作是抓右边，右边，好，一脚上一个右左右3，好，左边开始再一抛，左脚开始，左边左脚3、好，再一抛，右2、3、4，右脚，好，好，左边左脚2、3、4，左边。好，来热抬腿，接下来我们短兵器的动作，中间回来，交跳右左边，来一个右边弹性，右3、4，中间回来，来一个右边走，右2、3、4，中间回来，好，接下来右脚踏步，右脚长兵器，好，左边踏步，左脚。好，右脚往前4、2、3，换左，加油哦！再次哦，右边走，右，加油哦！左边踏步，好，右脚4，往前，2、3，好，左边，来最后一个动作，头齐，右，花方，好，现在呢，全国的媒体都在看后排起哦，大家记住哦，等下拍照画哦，所以我们要摆一个最美的 pose 哦，摆 pose，最美的 pose 给它摆出来，谢谢，谢谢，谢谢宋家很谢谢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记得哦？今天的精彩不是来跨了，明天下午呢还有我们下午2点精彩的宋江很好，我们谢谢我们的谢老师，现场的朋友们，刚刚是让大家稍微轻松一下，因为接着下来我们的现场镜头马上又要再转回来到我们今天进入决赛的现场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决赛的队伍总共有8支，一直比赛到刚刚为止呢，我们的赛程呢大概只进入到一半，所以呢，希望现场的朋友们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来观赛，虽然你们的心情是紧张的，也或许是轻松的，但是希望大家在见证到我们全国有这么多的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的年轻朋友们，借着这个创意宋江阵头的大赛，能够凝聚向心力，让文化传承越来越好。所以接着下来，我们马上欢迎实践大学出场。现在实践大学看到的实践大学宋江镇呢，为大家介绍他们创立已经超过有10年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团比较特别的，他们是女生的成员比较多，是创意镇头发展的先锋。那么实践大学呢，他们成立宋江镇发展的同时呢，也是希望将古术古艺旗帜融入在其中，也希望呢现场展现的刚柔并济的精神，可以让大家见证到勇气创新、翻转狂潮的力量。那么同时呢，他们也希望今天到南部来参赛呢，以后有时间跟机会的话，可以把他们学校的宋江精神发扬光大到世界每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呢，每一个学校它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竭尽心力。那么在过程当中，不管是怎么辛苦，总是希望呢，在最后的这一刻呢，可以让所有观众朋友们屏气凝神，能够见证到他们最努力、最认真的一刻，那样子这一刻就非常值得了。我们希望每一支参赛的队伍呢，胜不骄，败不馁哈。今年不管呢名次如何，当然是最佳的名次。那么呢，如果每一年大家呢都有非常创新的一个表现手法，其实对学校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那么在这当中，我们也辛苦的谢谢每一个学校辛苦的指导老师，因为他们不仅是在武术方面，在文化方面，在创新方面呢，都需要绞尽心力做最大的指导。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整个参赛团队，也就是决赛完毕之后呢，将会转到第二个现场来进行我们的颁奖典礼。那么同时待会儿在3点，我们有中天39频道的现场直播。现场的朋友，现在请各位与我们一起静心以待。太极八卦行降世。化为神马，强进大地。
对谁信？鬼是上高，正干高。
你写阿煞八卦经。